花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详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。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破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我酸，风我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收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我来讲哦，下暗7点，水花啊吼，约你伫迄咱起桥的工地边啊，迄个圳沟边有啊，你若见面，到时哦，你若好好讲一下。啊对，你若找无所在吼，到时水花啊，伊会唱个山地歌，你照迄个歌声哦，就当找到伊个人啊。吼，对咧。好，记讲，阿弟安怎讲啊？答应啦，你约会啊。哎，你好把握机会哦。哎呦，这你讲，我一定会利用伫张美的花灯暗暝，对伊好我施展我的热情，含调教，我一定要互我日后纳波，杀回我这边来。阿弟啊，我看音乐吼，你甲水花跟我上济。无咯，我要哪会使去呢？我不拉萨，你陪我去好啦。7点哦，会记得哦。啊，你去吼，要甲水花啊，甲话讲好清楚哦。对，你哪会去吼？电脑较袂麻烦。哎，母啊，我来找阿明一下，吼。啊，你转来啊？嗯。爸，中昼你出去的时阵，有一个小姐打电话来找你哦。是要借钱是啊？唉，最近哦，向多足济，若无20分哦，我爱借咧。哦，爸，你比地下钱庄还搁较凶哦。迄地下钱庄要甲我比啥？伊嘛才10分尔，迄算起来我会使啊啦。还是啥要借钱啦？唔是借钱啦，爸，大概是你伫咧外口骗人的小姐，人打电话来啦。哦，我看是要来甲你讨不良分钱哦。不良？嘿嘿嘿，乱来啊，乱来啊！嘿，爸是正人君子呢，从来都唔捌接近女性呢。正人君子，唔捌接近女性。爸，我就明明捌看过你甲后学弟啊去阿公店，还讲迄个摸茶。哎，是啦是啦，爸去摸茶，迄也会用讲着，会讲。啊，还是有讲啥无？伊拢无讲啥物，敢若对遐直直哭。拄仔遐直直哭。爸，这就是你的唔对啊啦！会讲诱拐，讲欺骗，啊，即摆佫不爱插人，害因即摆伫遐伤心。安尼这就是迄钱啊上太卑鄙的。是啦是啦，这落话那我袂讲的啊。那我袂讲，你来记，爸是正人君子，唔捌接近女性，啊。阿伯头面啊，打电话你甲问看是阿桃啊啦、阿丢啊啦、阿关啦、阿丽啦，有可能是阿桃哦。唔捌接近女性，啊，佫有阿桃、阿关，啊，佫唔知是啥物是啦。有一天，在朋友家喝那个米酒，吃那个香香肉，喝醉了，摔到那水沟里。哎，阿妹，迄是啥啊？爱到山地迄个老酋长啊，啊
大家啉酒醉吼，就是穿伊输衫，唱迄条歌啦。是你哦，你是要创啥？当然嘛是找你啊！我袂甲你这样讲话啦，你即摆紧走哦，啊若无吼，我就甲你喝水哦。好你就好啊！你真正敢好嘞？安怎？你个是我唔敢，你这样唔紧走哦，我吼。好啦，我话问了我就走啦。我问你哦，你话较早有一个男朋友，你敢知？我知影，你敢知伊啥？我唔知影。你哦，应该去查清楚。你无条条对方甲当，若是共款，还袂结婚，若是真正安尼哦，你应该想办法，甲两个人送做对，做老毛一个伴。这哦，是你做媳妇的人应该是好心。这免你烦恼啦，我吼自然会去查啦。啊，你即摆紧走，啊若无吼，我就搁甲你喝水。走就走，赤白白，不怪无人要爱。你在讲啥？哦，见甲我无人。我应该来查清楚妈妈以前的男朋友是啥啊？我这是要安怎查？啊，对啊，我来问老一辈迄个阿伯伯啊嘛，妈妈上讨厌伊啊，大概两个人一见面，啊，就咱看对方无顺眼同款。阿伯啊，一定知影妈妈的过去，啊若无吼，一定就是甲妈妈有啥物关系啊。明仔载就来问。智慧啊！哎呦，你是要给我惊死哦？智慧啊，莫搁喷啊，搁喷这附近的蠓仔拢会死了了。哎，无讲完啦，你来这要创啥？哦，来看你甲阿弟啊播爱情。看你去死啦！我看阿弟等遮单情说爱，你较早来偷看，唔惊洗目狗食。哎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赶紧走，啊无我你砍落。好，我走。看到这迷人的月光，闻到我身上的香味，哦，佮看到我这迷人的笑容，哎，我的阿丁吼，我叫我袂死才怪咧。奇怪呢，啊约7点啊，人哪还袂来啊？啊，一定找无到所在啦。对，阮事情约讲吼，爱唱山地歌做暗号。那一路啊，来啊！阿弟，看我喊唱啊！那一路。唱山地歌，赞！这个约会啊，一定起起来。阿弟，我来啊！哪有呢？我现在就慌。你讲啥？哦，你还要不要跳舞的啦？你不是阿弟吼？那个啦。我就知影你会搬到去山顶。跳嘛。有一天到朋友家，喝那个米酒，吃那个香蕉。
小花。阿爹来啊！阿爹，我伫遮啦。阿爹。又搁落去啊！迄播什么爱情戏，啥啥。阿伯啊。嗯，阿妹啊，来坐，哇，那还行呢。是啊。哎，阿伯啊，啊，有一件代志吼，我想要请教你啦。啊，什么代志你讲啊？我听人讲，你过去跟我妈妈足好的哦。好，但我跟恁大家吼，不，卖问，恁大家的代志哦，你卖问我。为什么？哎，你看，我顶回吼，甲人讲恁大家的代志尔吼，这手尾吼，我第一日到园后啊，20外点啊，有无？好，我即摆去讲的话，这边个你拜托的，你等去问伊落，哎呦，也毋过我嘛问我妈妈几啊摆啊，伊就是毋肯讲伊以前的查甫朋友是啥啊。嘿，这吼，这爱想办法啦。就，对，你等于吼，甲恁大家吼，用酒互伊啉啊，甲灌好醉啊。人讲哦，酒后吐真言，什么代志伊嘛讲。对吼。安尼我等下就安尼做，多谢阿花伯啊。免客气啦，安尼食一点心者。唔免啦，我先来等。啊。你是阿妹吼？是啦，啊你是？阿妈，啊你来捌我？你都庄仔内上出名的好媳妇，难道一个唔捌你？本来吼，我是有代志想要拜托你啦。什么代志啊？早去啦，我应该家己去记。哪呢？你一啥啊？我是歹媳妇，我是歹查某。歹媳妇，歹查某。对，所以我今仔日毋才有这个报应啦。报应，这拢是报应。阿妹啊，阿花啊，恁唔免插伊啦。这个查某哦，中酒毒啦，而且哦，佫有心情病啦，别人来我遮哦，甲人家讨酒啉咧，吼，我实在真了受不了伊。哇，对啦，我中酒毒啦，我佫有心情病啦，我活无偌久啊啦，阿花伯啊，你紧来送伊去派出所啦，警察来想办法咯，送伊转因厝的啦。安那？派出所，我无派出所，我无厝啦。我对我是要找我查某，我想要去我查某，我要找我查某。小等咧。哦，我看你安尼哦，愈看愈面色呢。你敢若亲像美华？唔对。哦，你是春兰啊哦。春兰，我春兰，20几年以前都死啊啦！我春兰，我要找我的查某囝啦，我转来找我的查某囝。阿花伯啊，你到底是啥啊？伊敢若亲像春兰啊啦，啊像迄20外年啊，哦遐久啊，我记了无啥会清楚啦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香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。喂，啊，你也对啊，有啦有对，你稍等下哈。电话。
喂，阿弟啊，我加讲的啦。加讲啊啦。吼，你这个唔正惊你真苦呢。迄人水花啊，招你处理约会，啊，你竟然叫 Plaza 去甲吓惊，还跋咧准高底险要掩饰哦。无啦，我免来知影发生这落代志。啥物你唔知啊？我来讲哦，即摆水花啊吼，两支骹哦拢跋长摇，拢袂顶袂当倒入面床顶哦。有影？当然嘛有影，拄只拳头财有吼，来接规半波啦。吼，迄水花两支骹哦，一点仔感觉都无啦。啊，你唔进来看伊哦？啊，好，我随来吼。伊也别来看。对呀，嗯。安尼我要紧起来准备。这摆吼，我一定要叫伊乖乖吼，出为我这边来啊！哎呦，上帝啊，你都爱保庇我，我要来去。哇，加讲的讲吼，当水花啊，去普拉萨行一个吼，跋就脚摔断去啦。我来甲看卖，啊，顺便甲伊讲一下迄句惨的代志。啊，紧去。啊，加讲的因爸拄要找恁两个，斗阵来去。好，好。啊，我来摕水花一个，随转来。好，较早转来哈。小破阿妈会出来咧，我毋是恁某啊，我讲你要去找啥啊？你上好吼，今夜你就困倒遐啦。困到遐。阿静啊，食迄落口气亲像啥？亲像要食醋的某，你甲翁讲，你这碰到底命，你今仔困到伊遐好啦。莫遐生气啦，我会较早转来。你这个风流鬼啊！你有代量吼，你永远都莫转来。哎呦，你这个口气吼，愈来愈像迄落某咧骂翁呢。莫生气啦，我会较早转来，安心咧厝等我，吼。你这，较细声咧，你遐大声亮吼，啊叫厝边隔壁听到，其实咱两个有安怎？啊你真正被阮某传出去哦，歹听呢。气死我！妈，你若今日甲赶出去哦，我真正活活叫气死啦！好啦，莫想起来多仔济啦。你若莫去惹伊，伊就袂甲你变交人啦。阿妈嘛知讲吼，恁两若斗阵吼，就要搭喙骨啦。啊，其实吼，心肝内拢偌介意咧。伊种爱情的骗子大色人，我会爱伊哦，真正笑破阿妈的嘴。好啦，无爱就无爱啦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郁。有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。对啦，你来看海，你来讲无感觉啦。水花啊！哎呦喂哦！水花，你的了哪都来啊啦？哎呦喂，我要死啊啦！哎呦喂，那是什么人来啦？水花啊，你的心肝阿定来啊啦！兄弟啊，我甲安慰一下，我来外口一边讲代志吼。水花啊，水花啊，啊？我来甲你回一个失礼啦，我嘛毋知会发生这落代志。你也唔知啊？哎呦喂！我去互迄个黑人惊死哦！因为我两支脚拢已经散回去啊，无感觉啊啦！哎呦！水花啊，我拄则这两支脚安那拍都无感觉啦。阿弟啊，来啦来啦！你来甲我乱看卖啦，看我有感觉无啦？哎呦！好啦，我试看卖啦吼。水花啊，安尼有感觉无？哎呦！哎呀啦！你安尼一点仔感觉都拢无啦！哎呦喂！对哦，水花啊，你拄则听阿弟要来看你，伊敢会跳舞？
今仔日洋洋变较长去，无感觉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敢不敢记太阳球？别人敢有可能亲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，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